早晨，大家好，我係阿輝。如果你不幸患癌，醫生同你講，你如果唔跟我哋方法醫咧，你就得返1年命啦。你係咪好驚？呢個時候點算呢？好記得，差唔多1年前，醫生同我講同樣嘅說話。佢話你唔跟我做法，大概1年命到啦。我唔係咒你啊。大家睇到呢段片嘅呢一刻，就正正差唔多係醫生講呢句說話嘅1年之後。我拍呢段片唔係叫大家同醫生作對，只係想話俾大家聽，我哋條命絕對唔係由醫生把口去決定，係由我哋自己去決定。回顧由2023年12月我確診患癌至今1年半，我領悟到一件事，一般人患癌最大嘅問題係咩？冇得揀。冇得揀，即係冇選擇權，冇其他嘅選項。好多人患癌之後唔知道有其他方法去醫，甚至唔認為有其他方法可以醫到，以為只有傳統西醫呢一條路。當西醫一宣判我哋得返1年命嘅時候，我哋就會好驚，好彷徨，然後我哋就會因為好驚好彷徨，通常諗都唔諗清楚，就將身體健康嘅決定權全部交晒俾醫生。曾經有一個患咗癌症嘅人咁樣同我講，佢話你唔使諗咁多噶啦，將所有嘢全部交晒俾醫生啦，聽晒醫生講就得噶啦。我聽到嗰一刻，其實我好戥佢擔心，佢呢一種係咩心態？一種完全放棄思考，或者完全拒絕思考嘅心態，呢一種係好危險嘅心態，甚至比佢嘅病更加危險。呢條命點可以由一個陌生人去同你決定嘅？簡直係匪夷所思。冇錯，醫生係專業，但佢都只不過係一個醫學領域上嘅專業啫。呢個世界仲有好多其他醫學領域，我哋可以去參考嘅。再者，即使係專業，但俾出嚟嘅治療方案都可以完全唔同啦。好記得我確診患癌嘅初頭，曾經有見過一個喺中環好出名嘅醫生，佢話我嘅情況可以即刻同我做手術。而之後我喺政府醫院見醫生嘅時候呢，佢哋又話你個腫瘤太大啦，我哋而家做手術會好危險，要縮細咗佢先可以做到。佢哋兩位都係專業嘅醫生，但佢哋兩位講嘅嘢竟然可以有咁大嘅差別。當時呢兩個咁強烈嘅對比，令到我個心其實係充滿質疑。所以即使係專業同權威，醫生講嘅說話都唔一定係絕對。相反，你自己先係身體嘅主人。當我哋患癌嘅人需要做重大決定嘅時候，我哋通常會心大心細，驚做錯決定會影響病情，驚做手術好大風險，但又驚唔做嘅話呢，病情又會惡化甚至失控。即係做又死，唔做又死。我哋經常會企喺一啲兩難嘅十字路口嗰度。雖然係咁，甚至即使你受到醫生權威式嘅恐嚇都好，但係我哋嘅身體係我哋自己嘅，所有嘅決定都應該由我哋自己去做，因為之後嘅所有後果都係由我哋自己去承擔，絕對呢就唔係由醫生去承擔。醫生一日見咁多個病人，佢同你見過1分鐘都唔夠，下一秒好可能就已經唔記得咗你係邊個啦。我一開始就已經講到，一般人患癌最大嘅問題係點啊？就係冇得揀。當你冇得揀，但同時如果你又好抗拒嘅話，咁究竟會係咩境況呢？我而家每一次睇新聞，睇到邊個藝人患癌，我都好感慨。最近我又睇到一單新聞，想同大家分享一下。我好快咁讀一次
呢單新聞嘅一段篇幅俾大家聽下。2023年7月證實患直腸癌，醫生和他說，如果不做手術，最多只有1年命。當時他和老婆腦內都一片空白，而他亦有透露媽媽也曾患癌，不過做放射化療後就抵受不住而離世，所以他很抗拒做化療。不過他最後在沒選擇下也堅強面對，而他亦指自己現在身體狀況也幾好。嗱，成段報道嘅重點就係呢一句，最後在沒選擇下也堅強面對。其實呢一句背後嘅意思係咩？在沒選擇下，唯有堅強面對。佢係冇得揀嘅情況之下，只可以堅強面對。你諗下個係咩情況？大家睇下佢係乜嘢情況？就係佢知道用西醫方法去醫係一條好痛苦嘅路，佢自己都好抗拒，但係佢完全冇得揀，亦都唔知道有其他嘅選項，所以點啊？唯有堅強面對。大家睇到佢係幾咁慘嘅情況，成件事係幾咁悲哀。我自己都感同身受，所以我都好同情佢，所以我更加希望同樣患癌嘅人咧可以有選擇，可以有得揀。如果你有睇我之前嘅片，冇得揀嘅情況，其實你係處於苦難折磨嘅階段。當有更好嘅選項出現嘅時候咧，你就會進入出現轉機階段。如果你想了解多一啲我講嘅呢兩個階段，你可以按一下上面嘅資訊欄，同上面新聞報道嘅主角相反，我就真係好好彩，喺苦難折磨階段之後，可以進入出現轉機階段，有幸接觸到一個更好嘅選項原始點，我幸運得多。當我有得揀，有咗選擇之後，我而家嘅心態係點樣呢？原始點俾我最重要影響係思維上嘅解決，令我完全由西醫思維嘅恐懼入面解脫出嚟。所以你學識咗原始點之後呢，你每次見醫生其實都好淡定。點解呢？首先想問大家一個問題，大家聽到癌症係咪真係會好驚呢？但點解我哋聽到癌症會好驚？係邊個講俾我哋聽患癌要好驚嘅？係邊個去定義呢一份恐懼嘅呢？你睇下，由呢個社會，由呢個主流西醫俾我哋嘅觀念，一直以來係幾咁根深蒂固喺我哋腦海入面。但係當你學識咗原始點之後，你就知道你生 cancer 癌腫瘤係屬於咩？癌腫瘤係異常形態，異常形態即係環柱體傷。環柱體傷寫得好清楚，可以點樣處理？我哋只需要透過按推環柱痛點去解除環柱體傷，然後再加強補充熱血去加強身體嘅自我修復，就可以處理到啦。就係咁簡單，使唔使又化療又電療又標靶又免疫又切又割又劏又殺，最後搞到個身體遍體鱗傷，通通都唔使。即係話我而家有咗一個更好嘅選項，我就唔需要再用西醫嘅破壞性治療去傷害我嘅身體，先可以醫到我個病。既然係咁，我又何需要過分擔心，又何需要因為過分恐懼而諗都唔諗清楚就迫於無奈跟西醫行一條咁痛苦嘅路呢？有得揀就梗係唔會揀條咁痛苦嘅路啦，傻咩？以前每次復診我都會好驚，我個心都會跳得好快，因為醫生成日都會恐嚇。但係最近復診呢，醫生竟然已經放棄咗說服我做手術啦，佢放棄咗恐嚇我。當時我問醫生癌細胞指數點啊，佢話有下降到。然後佢好似已經唔想再浪費唇舌喺我身上，佢話你都唔搞嘢㗎啦，咁我哋唔使見咁密啦，
咁下次覆診遲啲先見咯。我就話好啊，唔該晒醫生。然後我就笑而不語。喺完全唔跟主流西醫嘅情況之下，你仍然可以腫瘤有縮細，癌細胞指數有下降，而且工作正常，生活正常，咁樣好自然，你嘅心情就可以好似我咁，好輕鬆，好淡定嘅。最後喺影片入面，我有提到兩個名詞，一個叫苦難折磨階段，一個叫出現轉機階段。呢兩個名詞係我回顧自己患癌至今1年半，發覺自己經歷過嘅其中兩個階段。但係經歷咗出現轉機階段之後，其實你仲會進入另一個階段，內心交戰階段。如果大家都想了解更多關於患癌嘅時候，你會經歷嘅不同階段，歡迎大家睇下我呢段片。影片嘅連結我會放喺片尾同埋 comment 度。好啦，今日我就分享到呢一度，下一次再同大家傾過啦，拜拜。